哎哥，我那个音档传给你，你再帮我听一下。哦，谢谢，谢谢，拜拜。拜拜。徐启章小朋友，你要去念 Berkeley 哦？啊？有在想。想去就去啊。这学费很贵吧？学校会补助全额奖学金给我啦，只要我选上学生会长的话。那你选得到吗？我还没有报名呢。干嘛不报？担心你呀。担心我什么？担心这个面瘫，还有担心你不会照顾你自己。徐启章小朋友，我已经满18岁了，我已经长大了，好吗？你看一下这间店，徐妈面店是我开的，我最会照顾自己了，好不好？有梦想就去追求，勇敢一点。现在，请你去打烊，不要一直在那边偷笑。好啦。叶广，你要参选啊？其实我想跟你说一件事。什么事？就是我的梦想是去读国外的音乐学院。很好啊，听起来很不错。但是我怕我出国会造成家里很大的负担，所以我前几天听老师说，如果我当选学生会长的话，学校就会给我一笔奖学金，我就可以出国留学。所以我在想，要不要试试看？要啊，当然要试试看，这么好的机会。你不会介意吗？不会啊，为什么要介意？反正参选学生会长，本来就不是我想要做的事情，是我爸要我参选，我不想让他失望。赶快填一填，不要犹豫了。一加油！好。要先从这里开始。